佢真係呢個胸圍咧，如果你長期着，個胸會越嚟越低啦，同埋你啲肉會走晒去腋下同埋背脊位唔夠走咧，你啲肉會褪落去個手臂，會越嚟越橫嘅，同埋會好似粗咗咁。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樣對揀胸圍都冇咩要求嘅咧？最緊要快、靚、正，唔走光就 OK 噶啦。至於啱唔啱着喺入邊，邊個知啫？直到我男朋友呢排問我係咪減肥，我個胸細咗啊！我諗嚟諗去冇理由喎，冬天食多咗嘢，我上磅仲重咗2磅添。原來個問題喺個 bra 度啊！其實你要着翻有啲鋼線，有翻個承托力啦。如果你唔夠力托住，其實你啲肉慢慢會褪走晒全部，同埋會個胸越嚟越開。上嚟卡湖試身之後，先知道原來着錯胸圍啲肉會離家出走噶。佢胳肋底啦、背脊甚至手臂就係唔喺個胸度。你試下呢個。咁你平時着翻呢啲咧，其實佢呢啲矯形性嘅功能性比較多啲嘅，佢會將你啲肉咧慢慢推翻高啲埋啲，同埋你平時着完之後咧都要搞翻帶嗰啲一個手指位，同埋要做翻個回動作，慢慢將個胸推翻埋去。平時嗰啲就唔好盡量着嗰啲冇鋼線嗰啲唔夠承托，着嗰啲冇鋼線嗰啲，其實你會望到個胸咧，佢啲肉咧有少少向下咗嘅。你有鋼線嗰啲，其實佢承托力咧會托翻高好多嘅。今次真係知錯啦，以後就算只係着喺入邊，為咗身形着想，都會乖乖地揾專業人士幫手揀翻個啱嘅 bra。